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开阮的耳孔听见，伫早起时你要应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分别的人，这个名词其实是来对迄个19世纪欧美社会内底的警察。当时的警察若看到有啥物事件，还是啥物犯人出现，伊就分别要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到现代，分别的人，咱拢讲分别的人叫做揭露者，就是一个将本来秘密的代志讲出来。第一个讲出来，迄个叫做分别的人。这个是隐身伫现代的社会内底。2019年的年底，现在咱称伊叫做 COVID-19 的这个病毒，其实已经早就伫中国的武汉来爆发。然后分别的人其实是中国的一个医生，叫做李文亮。伊提醒伊的同事讲：“奇怪哦，有一个病，这个病跟咱感冒，但是毋是感冒，定定。”然后伊写伫后来，伊阁写伫迄个社群的媒体内底，要发布消息，毋望百姓注意有这个当时阁毋知影名的病毒。总是这个事件，去互咱看到一个互政治甲权力扭曲的法律甲社会结构。武汉市在中国的这个市，发伫2020年的1月3号，李文亮医生来发一张函，这张函是警告的书内底是安尼写。讲现在照律法对你伫互联网顶头发表无实在的言论、违法的问题提出警告。你的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经超出法律所允准的范围，你的行为是一种违法的行为。过一个月，2020年2月6号，李文亮医师因为感染到这个病来死。检察咱会认为，这种互人会死的法律，是遐有关系的人所定的。上帝的法律会当排除在外，总是事实并毋是安尼。今仔日咱称作上主的律法，其实这个翻译无得较标准，因为 Torah 原文的意思叫做教示，所以是上帝的教示。伫历史顶头，英文翻做律法，然后翻译到中文翻译到做律法。其实有一寡咱来理解迄个律法的观念。是无啥共款，总是 Torah， 咱今仔所讲的上帝律法，其实是犹太传统的中心。伫 Torah 内底，咱会读到，亲像安息日的律法叫做袂使做工。总是啥物会叫做袂使做工？啥物人来定讲？这项代志是做工。你袂使，这日你袂使做，这项代志是毋是做工？你会当做。啥物人来定？是犹太的这个律比所定的。所以主耶稣才有反对伊当时的犹太这个律比所定所讲的。伊讲安息日是啥？马可福音第2章2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
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创罪。这对咱讲一项代志，不管是摩西的律法，任何一个国家社群的律法，检采定出来原底的用意是好，总是上尾嘛有可能会引人到死啊。所以保罗才会亲像迄个分吹哨者安尼讲，罗马书第7章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我来讲，本来要互人活会改命颠倒，互人死。当时犹太的律法上诗篇诗人嘛咧对咱讲，上帝律法是互人，上帝话是人骹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的诗人嘛安尼吟。实际上当时的犹太的律法是安尼讲，人的性命有两种力，一种会向上好，一种向下做歹。所以只有啥物话？只有上帝律法才是解药啊！总是保罗认为摩西的律法毋是解药，因为人有罪，所以伊是安尼宣告。罗马书第8章第1节一开始就是咱规段内底来宣告，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安尼，遐个甲基督耶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实际上，伫遮现代台语真少翻译，无翻译出现在、如今啊。实际上，即句话上头前的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现在。现在遐个甲基督耶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这是保罗的宣告。斯托德牧师安尼讲，这就是保罗所讲，伫基督内面，也就是圣神要互咱的福音。福音大声带互咱的叫做称义。称义我讲过哦，称义叫做伫当时法定叫做你无罪，无罪判决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法定的名词。所以一开始叫做称义，称义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咱甲上帝中间有平安和睦的关系。所以咱通对安尼来得到自由。罗马书第8章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通过基督耶稣，迄个使活命的圣神的法则，已经有透放咱脱离罪甲死的法则。第2节第一句的希腊文应该是生命的神的律，所以咱会当理解做，照着属圣神，咱会当活出新生命的法则。所以这嘛是一个律，其实原文是律啦吼，律的意思。这是这张批内底第一遍将圣神甲生命做伙讲。斯托特牧师讲，这叫做福音要互咱的第2个消息，就是会当得到生命。称义甲上帝有平安，这就是福音。然后咱会当对安尼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对迄个一定的死的法则来得到透放。罗马书第8章第3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因为人的本性软弱，律法做袂到的，上帝有做成。一切家己的囝处甲人共款的犯罪本性，宣判人本性的罪，罪有罪来处理罪。保罗认为，摩西律法因为咱人性的软弱罪性，互咱无法度称义成圣，
因为安尼，上帝为咱每一个人拢备办一条路。伊找家己的囝做人，希腊文是伫做肉体的样相内底，这就是上帝对人上悬的认同。透过安尼来处理人犯罪捆绑的问题。保罗对咱讲，耶稣捌甲咱同款，捌活伫人罪性的网络甲结果的内底。虽然捌活伫人罪性的网络内底，总是伊是用一个无罪的身躯受定，死伫十字架顶，为着要定罪咱这个有罪的人，以及这个罪恶的世界，迄个罪恶的世界抢夺、压迫、操弄的本质。罗马书第8章第4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安尼做，是要互律法正当的要求会当实现伫咱这个无照本性，是照圣神的引带伫生活的人。律法正当的要求，其实原文伫和合本的翻译就翻译做律法的字。咱若读对照和合本就知影，这叫做律法的字。所以，什么会叫做律法的字？保罗嘛安尼认为哦。保罗认为讲，摩西的律法是反映出上帝公义的字，迄款的要求。摩西的律法是迄个要求是合上帝心意的言行，总是讲真歹势。咱若伫肉体的下面，伫本性的下面，咱做袂到。咱只会当照着圣神的律，互咱伫生活内底定出方向。换一句话来讲，新的生命是安怎活？新的生命就是伫每一遍做出选择、生命方向的选择的时阵活出来。每一遍来顺服、离开自我中心，活当心圣神所赐的新的自由来行，安尼才会当活出现在这个新的生命，这叫做圣神新的款式。罗马书第8章第50到第60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顺坦本性的人意向本性的事，毋过顺坦圣神的人意向圣神的事。意向本性结果是死，意向圣神会得到活命加和睦。我大多已经讲过啊，吼，和睦叫做咱甲上帝中间的平安。咱得到称义，伊称咱做无罪，然后生命呢？生命透过圣神这个法则，咱才有法度得到。俄国书顶捌伫《忏悔录》这本自传内底卷字，伊讲到伊细汉的时阵去偷摕，甲一群囡仔去偷摕这梨啊水果。偷摕迄个厝边的水果，因为安尼来忏悔认罪啦。总是一般的神学家是安尼讲，其实俄国书典更较是咧描述迄个服从本性，也是顺坦本性的人的特质。因为伊伫迄个故事有描述咯，伊讲伊去偷吼，伊逐摆拢去偷，总是偷落来迄个水果吼，搁酸搁涩，有够歹食，夹一喙就啃掉啊啦！总是伊嘛搁继续去偷呢，是安怎？毋是哦，伊讲罪人犯罪根本原因，毋是要食迄个偷着的水果，
是要享受迄个偷的欢喜，这叫做最终之乐。犯罪其实是一种快乐哦，因为刺激。咱知影离开上帝是咪刺激？那么书第8章第70到第8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意向本性是抵得上帝，又无顺服上帝律法，其实嘛无法度顺服。顺服本性的人，袂当互上帝欢喜。克兰菲德这位近代的出名的神学家，安尼讲，伊讲对肉体、对本性的心思是甲上帝做对敌。伊讲是安那一个对倒的人会对上帝有真深的敏感甲对敌的，通常是出对自我做中心，总是真歹势，迄个结果就是死。只有意向顺探圣神的人，顺服上帝的律的人，才会当得到性命甲平安。罗马书第8章第9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既然上帝的神有点伫恁内面，恁就毋是属本性，是属圣神。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保罗活当心，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咧讲人的本性，总是这个时阵无啥共款哦。因为活当心是对罗马的信徒，其实嘛是咧对所有的信徒讲话。伊讲，既然圣神已经伫恁点伫恁内面，所以刷落来恁所选择这个生命的方向，就毋是对本性来，毋是对肉体来决定，是互圣神来决定。神学家其实提醒咱一项代志，罗马书第8章的第9节，就是这节开始，单数的圣神临到伫复数的恁，听有意思吼？复数是一群人身躯顶头。单数的圣神临到伫复数的恁身躯顶头，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咧讲圣神的所徛起的所在，不只是咧讲个人身边的迄个经验尔，不只是咧讲你内面的经验尔。圣神临到的所在是咧讲一个群体呢。这个群体，咱若体验到咱是属基督身躯的一份子，互圣神所管。那安尼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咱爱为着彼此来负起责任。罗马书第8章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基督若点伫恁内面，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上帝神会互恁活，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虽然死是罪人的结局，总是赐生命的圣神若点伫咱内面，要真做只是咱的称义，就是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啊，这叫做平安。得到活命，甲将来搁活的证据。罗马书第8章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的神有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这个神若点伫恁内面，即位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会通过点伫恁内面的圣神，互恁会死的身躯得到活命。所以，上帝互主耶稣死搁活的事件，就是咱这群信伊的人，做伙得到这个新生命的盼望。总是这项代志要伫咱的生命中发生嘞。居所多摩，这个
古早教会的教父以及奥古斯丁拢认为，罗马书第8章11节伫遮的保罗是指上尾的国话。不过加尔文捌安尼诠释，加尔文是安尼写，加尔文讲圣神有咱的一部分，总是真歹势，咱的另外一个部分，搁伫死的关系内底。所以踮伫咱内面的基督的神会加速伊的关联，有效来吞灭了迄个死。罗马书第8章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兄弟姊妹，安尼看，咱有欠债，不过毋是欠本性的债，趁本性的活。保罗一开始就讲，咱拢是欠债的人，总是毋是欠肉体的债。对复制所支配的本性，或是肉体来讲，咱无任何需要尽的义务。罗马书第8章1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活会直到死。恁若靠圣神拄未入约的行为，就会活。咱爱真细致这段的诠释，因为这段的诠释，伫基督教会古早有一个叫做诺斯底主义，其实是对遮造出来。这段诠释是对遮造出来的吼，请毋通误解读。讲咱这个人有法度分做属神的人，也是属肉体的人，真歹势哦。保罗毋是讲安尼哦，咱属神也属肉体，歹势，因为咱拢需要食清，才会活。总是咱阁是属神的人哦。保罗伫遮毋是咧讲一个人会当分离讲。行为所做甲灵魂无关系哦，毋是安尼。这是基督教诺斯底主义的错误的了解。其实伫这个所在，保罗只是照旧约的传统，就亲像摩西咧警告以色列人，申命记第11章26节，摩西咧警告这群以色列人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看咧。我今仔日将祝福甲咒诅摆伫恁面前。伊要警告兄弟姊妹罗马的教会信徒讲，祝福或是咒诅，生甲死拢伫恁面前啊！所以要紧的是啥物货？安怎活？咱安怎活出这个新的生命？孙宝林牧师做出一个现代诠释，伊讲信仰群体未受社会文化或是帝国所塑造，嘛搁较无欠竞争吞打意识形态的罪。咱是一群超越种族、性别、甲阶级、废除君主，就是受阮甲荣耀建效制度所起造起来，迄个制度甲欠效的人，迄种主人甲奴仆关系的人，成做一个互相联络、彼此无欠缺、袂当欠缺一个的机体，袂当欠缺一个的机体。总是千万毋通掠做。咱会当指挥圣神，因为刷落来保罗用被动的语态，安尼讲。罗马书第8章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互上帝神引出的人，拢是上帝的囝儿。克兰菲德安尼解说：虽然确实是基督徒真积极主动的参与，总是基本上咱有法度安尼。是圣神的做工。伫希腊罗马的社会内底，
只有法律所定的囝才有继承权，不管是你家己生的，还是你人收养的。所以保罗伫遮用的是罗马社会当时时常看见迄款合法收养囝儿的惯例，来表示一个互圣神引出的信徒，就是互上帝所收留、收养，得到上帝囝儿的地位，会当承接上帝的产业。罗马书第8章15节更较明显，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恁对上帝领受的圣神，毋是要互恁搁倒转去做奴隶，要生活伫惊吓中。恁领受的圣神，是要互恁成做上帝囝儿，靠这位圣神，咱通大声叫阿爸爸啊！实际上，伫遮上帝囝儿，就是用迄个当时罗马法庭所定的正做收养的囝的迄个专有名词。实际上，新约嘛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尔。第15节，保罗真清楚地指出，咱迄个互上帝收养的新的身份，就亲像约翰所讲的。约翰福音书第1章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正做上帝囝儿。亲爱兄弟姊妹，圣神会除去咱的惊吓，互咱知影，咱是伊的囝儿，所以咱会当亲像诗篇的诗人。实际上，有人嘛有真侪解说，迄个伫遮的迄个原文，讲会当亲像迄个大叫吼。其实，保罗伫遮引用的其实是当时的诗篇的诗人的呼叫，因向上帝呼叫。所以诗篇的诗人伫诗篇内底的呼叫，不管是伫无助的时阵，伫喙内底嗷嗷念。无人知，就是欢喜的时阵，爱爸叫某，也是欢喜大叫，甚至敢若亲像小的共款，伫遐来叫。这拢是真人、真迫切、真正向上帝讲：阿爸，救我！我毋知影咱。上紧急的时阵会安怎叫？有当时啊，咱就是伫迄款的情景内底，上帝讲：上帝啊，是安怎？阿爸啊，救我！那咱无搁缀肉体，就是咱的本性，就无需要搁惊吓，因为咱的惊的是啥物货？咱的惊的是遐起坐伫利益、被杀、迫害的关系内底，咱的囝的是啥物货？咱的囝的是起坐伫只有看见钱、上大圆、虚情假意、只乐做马、真假的人生。这个拢叫做咱所活的现实的社会，因为咱的社会是彼此吞踏，有当时啊，对一寡人来讲是生不如死的人间的地狱。因为顺产肉体就是顺产本性的，一定是压制咱的人性。要告别这种罪性肉体的生活甲性命。就爱亲像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8章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圣神本身甲咱的神做伙作证，讲咱是上帝囝儿。这保罗其实是引用以色列人做证的传统。咱知影以色列人讲吼爱2个人以上，
安尼好好，所以《申命记》19章1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一段经节来，毋通简单听一个人的证词，就有两个，也是三个证人，才通甲伊定罪。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什么人会当证明咱是上帝的囝儿？咱本身以及信心。上帝用伊所疼的囝道成肉身，伫十字架顶受死，甲咱达成平安、称义，佮收养咱，互咱这个新的性命，因为伊互咱这个所疼的囝的身份，这是伊疼咱的呼召。咱来知人会惊是真正常自然的，因为咱会对这个世界、对强权有力的人，对未来甲家己无确定，惊遐无法度稳重，也无法度暗藏。虽然无法度稳重，总是咱袂当，也无法度一直无应该一直活伫惊吓内底。所以咱爱会记即一项代志，爱活出迄个透过圣神来活的生命，才会堪得咱的身份。爱记即咱的身份叫做上帝的囝。所以上帝的囝是啥物货？是王子呢。保罗是安尼讲，罗马书第8章1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既然咱是囝儿，就是继承人，是上帝的继承人。甲基督平平做继承人，既然咱甲基督同受苦，是要互咱嘛甲伊同受荣光。1939年7月7号的尾暗仔，潘霍华牧师伫美国，其实当时伊是受邀请去美国，人知影伊真危险嘛，所以邀请去美国做学校的老师。想要保伊的性命，总是伊当时伊离开美国，坐船转去德国。伊伫伊的册安尼写，伊讲：我上尾得到一个结论，我发现去美国是一个错误。我需要伫这个艰苦的时间，甲德国的基督徒生活做伙。假使我若无伫这个艰苦的时间，甲我牧养的羊做伙，战后我就无权力来参与德国基督徒生活登记的工作。所以，伫5冬后，潘霍华牧师死伫纳粹的监牢内底。亲爱兄弟姊妹，顶礼拜差不多有10天后，顶2礼拜，两间韩国长老教会，不管是年长的，有一团年长团，阁有一团少年团，因用短宣队的身份来到咱中间。我相信这就是圣神的感动，就是无共款语言、信仰传统甲文化是遮尔无共款。总是咱共款的是做伙领受上帝囝儿新的身份，所以因为知影咱是上帝囝儿这个新的身份，就无法度白白坐地，听有意思吼？咱无法度白白坐地讲，坐地讲我就是上帝新的囝儿，这个身份无。这其实就是这个身份所带予咱的感动甲责任。伫因中间，我听到因遮个士大人的见证，因讲因行，因感觉因抱着，这是上尾一遍，想讲要为主做工的心情。遮个少年的来，因是拍工来趁家己来到遮的飞机票，加大个所在的钱。我相信因用无数的热情甲祈祷，因当袂惊吗？会吧？来到一个无共款的所在，一定会惊吓。总是因只是学习要来听，去到迄个因认为需要的所在。实际上，福音就是安尼，福音是咱受呼召，
去甲人分担基督的苦难，咱才有法度甲上主同享这个荣耀。这不只是潘霍华牧师的呼召，更加是所有互圣神感动的人的回应。但愿咱做伙来领受，做伙来祈祷。主，愿感谢你赏赐带领，因为你找圣神激动阮，帮助阮，互阮知，阮是你的囝儿，所以你爱阮，去怎样分担你的百姓的苦难，怎样同享上帝的荣光。主帮助阮知影，阮所伫的所在，就是你爱阮、找阮去听的所在。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